嘅初心同埋感召，就係喺最初大學3年級嘅時候，上帝所賜嘅嗰一個異象，好多受傷嘅羊圍住好大個圈，中間係發光嘅十字架咧。其實喺咁多年嚟，都畀到我好大幫助。喺呢度去分享咧，係好希望成為大家嘅幫助，因為喺人生嘅路上，我哋會見到自己經歷傷痛嘅地方，亦都見到其他人傷痛嘅地方。當我哋望到嗰個光源嘅時候，我哋一齊行咗一段。有啲時候，我哋會發現身邊一齊行嘅，原來已經冇一齊行。可能有一啲咧，佢會停咗，亦都有啲嘅時候咧，係自己停低。有啲唔同嘅羊會轉向，佢轉向第啲地方，甚至佢掉返轉頭。喺整個嘅互相嘅群羊嘅圖畫裏面，係有好多唔同嘅行走嘅角度、方向、速度。好感恩喺呢一個整體嘅圖畫裏面呢，上帝總係讓我睇見，我永遠都係其中一隻負傷嘅羊仔。呢一幅嘅圖畫就讓我能夠好釋懷，能夠去放手好多嘅事情，亦都去知道單單去向神去 say yes。而當我再一次能夠向神去 say yes 嘅時候，我知道一切都係恩典，因為當有9999個 no， 但係當我哋心裏面仍然揾到嗰一個向住主嘅 yes 嘅時候，呢個係恩典。甚至好似以前嗰一首歌 Say Yes， 就係101次求婚呢個日劇嘅片尾曲 Say Yes。我哋更加發現其實甚至唔係我哋自己可以自此而向耶穌嚟到去 say yes， 而係佢嘅愛好似個男主角101次向個女主角求婚，以至最尾個女主角去 Yes I do。 好似聖經裏面話，神的應許無論是多少，在基督裏都是是的，都是 yes。